这个台南客家是黄麻的重要产地，但是尾啊，和这个塑胶制品来取代。客家有一个在地青年陈义军申请文化局的计划办活动，带领民众了解黄麻的产业。 因为黄麻是客家区重要的经济作物，也要随着时代改变，黄麻渐渐和塑胶品代替。所以讲，伫客家都一查某囡仔申请文化局的计划，并且规划一系列的活动，希望讲将黄麻这个产业重新更加复用。它其实是不只是从编织开始，它也会为这个妇女的2度就业，它创造了一个机会。 地方人士嘛，希望讲会使开发出环保以及实用的这个黄麻产品，或者让传统文化继续出现在咱的生活中。想要透过回到大家的生活使用，去重视所谓的天然纤维，它其实还是非常好用的。唔但为地方创造商机，嘛开发出环保的商品，希望讲会使将这项农作物继续传承落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